后来哦，是毋是这个回国检疫的人伤多，所以防疫包求水咯？欢迎一个产销者到外国去出张，回国就爱做隔离。听规条县政府发送的防疫包，只有酸豆品、喙暗、起扁仔、甲起膏、茶膏、甲漂白水，但是竟然无迄个上界基本的磅体温的度针。县政府讲，因为防疫的时间悠长，居家隔离的人伤多，进前各界关键的物资拢发了了啊，加上婚姻关的财政困难，所以真正是无钱买度针咯。 这是指南包。婚姻管府提供的隔离防疫包，小小一包5种不全，敢若酸豆品、6个喙暗、起膏、起敏、茶膏和消毒用的漂白水，上基本的体温计无，嘛无会使食四手啊。互收到防疫包的民众，规个人硬气。就是没比较没伤害啦，跟之前就是县长他的一些宣传。 跟我实际上拿到的似乎是落差蛮大的。陈小姐因为去中国做工课，农历过年进前返来要隔离14天，所收到物资真少的防疫包，和过去婚姻管府提供的无同。县长周立先亲身主持记者会，当时的防疫包真澎湃，有四手啊、喙暗、起敏等等，阁有300组 APP 密码，免钱提供予隔离民众看戏。中华管府的防疫包是有体温计。热心的企业来捐赠小点心，因为疫情拉长，也规定一定要在居家检疫的旅馆生活必需品都有。 县府讲，因为过年返来民众增加，所以当初的澎湃防疫包真紧就发了了。防疫包内底无体温计，是因为欠货无好买，而且价销真悬，阁有县府财政的问题，所以即阵仔返来民众的防疫包物件才会较少。不过一定有够用，嘛希望民众会使来体谅。